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有一个女乘客伫咧网络顶破文章，讲伊去互台北捷运的这个站务员拍，呛讲要共告。要毋过台北捷运调这个监视器，发现这个女乘客根本就是枪在咧偷走票，敢若是这个月就互掠到误解，互罚款15000块，嘛是台北捷运上悬的罚款的记录。啊，台北捷运讲，这个每一年所掠到的违规至少有2800件，上则发生的违规就是冒用这个爱心卡，过来是恶意来偷走票，甲违规伫咧捷运顶食物件。小姐比卡比袂过，就对头前乘客出站，站务人员看到了后掠过去，对方煞指控站务人员动手拍人。我台北捷运调查后，才发现原来这个小姐定定偷走票。已经有确定是有5次从不同车站以这种手法来进行逃票。小姐为2月开始，就一直用无钱的卡片一站，12号偷走票2摆，13号扣掠共拍，过两天搁偷走票，刚刚3月份就偷走5摆票，罚7500，加上拍人，拢总罚15000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也发现这几笔的进出，可能我们在怀疑啦，他可能是有恶性逃票，而且有变装行为。若是走票，台北捷运当年掠违规2800件，包括偷用社福卡、违规食物件，拢会互开罚。卖提醒民众，卖叫是走票掠袂到，对头前的游客出站，竟是因地水单。社福卡感应车卖含一般卡有精差，超工偷走票，上悬的罚车主的50倍。呼吁大家坐车拢爱乖乖遵守规矩。